各位朋友，香港而家已經進入咗一個風雨飄搖嘅關鍵時刻。回歸以嚟，唔單止自由、人權、法治受到溫水煮蛙式嘅倒退，而且而家行政長官嘅普選亦都受到中央以白皮書嘅粗暴干預。對於呢一切嘅發展，你作為一個安身家國、情繫香港嘅香港加拿大人，你點可以坐視不理、視若無睹？喺呢度，我謹代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多倫多支援會，呼籲各位持有香港身份證嘅加拿大人喺6月14號出嚟參與我哋嘅公民投票，以你實際嘅一票行動呢，係去支持香港爭取真正嘅雙普選，為香港個明天盡你一分嘅力量。